行得正正嘅西山路，马沙都上嘅架看两眼。不过下讲地道两条西路嘅故事，介就本人我到咧一份感通。打开后山发电人历史，横跨的海岸山脉嘅两条山路，按照迷产古图，从1888年开拓到两下，全长汉村有1700公尺，最高海拔大约有到450米。发电海岸山脉东片水莲村港中嘅沃尔，从日本时代到民国50几年，大体上到发动中国提起。这两时主要是利用海淡人翻过海岸山脉两条山路去到四片，过到米插量是种到米产，过发电海上到受风风林去卖，所以米产古土就会按样形成的。因为怎么绕都很远，所以就从这个米站这边然后到水莲就是等于是好像是直线，是最接近的路，所以那时候的人很聪明，就是用最直径的最接近的路来运这些然后生产的东西啊，还是要补充的一些粮食啊什么，所以就才有这个米站古道。对于1968年的时代，地方还蛮有台路沿途的时节，不论因为上马嘅东西，都会经过从了细条嘅山路。客山过量，上到南一条去，让到啲万姓生活所需嘅用品，也系做生意、开米掠到东西。连接受访海岸山脉嘅米产古土，一直到民国57年开始实现滨海公路，到193沿途陆续通车过后，因为运输效果没落，让渐渐没用。不过2年前，因为米产社区居民唔盼得长期都得放铁。为了保存贴片人文历史，开始积极争取经费，全村天通起来，希望可发展两条老路。因为荒废了30-40年，所以可想而知，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杂草丛生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经费，可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在上课，我们有30-40位的学员，那么我们就组成一个工班，我们先做一个探勘的工作。探勘呢，我们30-40位来探勘，觉得真的很有开发的性质，而且呢，可以找回过去的挑夫的一个回忆。所以我们的学员呢，里面组成工班，大概20几个人，我们就自己义务的来砍草。因为先人他有这种过去这种譬如兰里一起山林这种心路历程，所以我们看到荒野漫草呢，要给他呢过去的风华再现给我们后代的还有来这边休闲的旅客呢，知道我们米站古道过去的历史，能够享受一些回忆，所以我们呢就召集村里面的义工呢，大家来开这条步道米站古道，使它复活。有了全村居民共下大病，年人内除了路路嘅入口已经重新整修变到东江，向今年村民客家学老外省时态促圈嘅生活经验，未让大兴皇帝艺术顿然飘逝。因为8个年前嘅米产古土，最主要运送嘅货物系米、糯油、香茅油，和个生活用品了掉。对道路分散个人前难行嘅情况下，所以未产生内太担心两项贴片嘅条路。从我们这起点开到水莲要2个多小时了，2点当中来行了，就挑一斤一斤3角进去了，一斤3角让人开，一般开到80斤了，80几斤去，还回程空手也是要回来还不如讲空瓶子、空管带出来一斤1角进去了。石窟内路嘅开淡人变作米产古土进行上进，为到本后台人记得，两下的古土两片，从安样用天然树叶，利用村民艺术巧手打造嘅开淡人工艺，不论是林马、鱼竿、开淡、面帕、油桶两条造型，唔但将随时看到，还动场真境界。两只东西咱攞到特别完全一模一样，同样啦，一条特别人出门山人大啲妈，有一条莫须莫的拍蛋出汗，热出汗，还有是蛋糕，你特别是一些用特别是阿鲁米做完，同一做，开香茅油啦，樟脑油啦，种个糯油种糯特别用日本时代种糯是专门用来开，完全现在就是已经开工下。讲起路路，就像初半年经过嘅事情，带到米产村今年60啷岁嘅潘阿伯。
15岁就开始做开店人，开埠客栈动信区。不过今日两年来回，都改良时系穿动有钱。特别因头当宪法当区是讲有这一条钱，有2条钱我传啊，我就当好的啦。因为开2年赚到40-50块，40万块，40万块里面40-50块。跟民国50年噶，因为有50万块我传了当好的，很高收入啊。虽然你米田古道来回差不多还蛮有2公里，不过是空手行就从那里还用按田，头摆人青菜就80斤，按用的开过来开过去，可见头摆是有2两人力的时间，有几甜。来回差不多5点钟，完全为客栈的开店面条路，虽然在改良时算是高收入，不过除了要有好体力，千万不按过时穿。很难做，不像这个哦，以前就一条路而已啊，就是这样。有时候那个山猪就碰到山猪里，在半路上蛇那么长的蛇，难抓哈，难抓也是看到难抓，哎呦小心喽，后面的人得小心喽，前面有蛇了，这样讲到，我要后面的人就要很注意啦，很好笑的以前啊。落水咱当法咯，老实话讲啦，莫讲100%讲啊，唔会对到，确实就有会对到啊，现在会对到。唔讲都是很小心，当摄影都，该反映你开球一万还个难想讲该配音的东西呢，全部的钱系配音。比手八脚功能改下用办生意开店讲巧儿，功能而从有转移40年前的生活融合。不过，เรา所有的故事内容有滿足嘅，當然也就有較心酸嘅位置。因為米田古道的改下係水蓮村唯一對外聯絡嘅路，攀山過嶺，普通人已經遲到非常5里偏。羅開店人潘阿伯看到路村兩隊只愛下山容易嘅人講就面到心酸嘅路頭牌。開店出嚟拄到，叫名字叫阿琴啦，阿琴，大家俺哋睇下所有人講。找名阿琴，找名阿琴，冇就看唔到咩？你講找名阿琴，冇就看唔到唱名。既然買啊，從國小哦，在我印象中，去讀國小時，跟出門，根本就看人去，看人去走這條路這樣出來啊。他還在讀國小的時候，就牽着他媽媽這樣，看人出來，行兩條路，講我們走2個多小時，他最起碼可能要多我們1倍的時間啊。看唔到，聲音慢慢看，慢慢行，慢慢看，慢慢行，所以特別。看到這個，我就想到他很可憐的。艱苦嘅歷史總算係過去咧，不過帶有人文意識嘅米田古道，係公司變得解，可能也就冇外國發展嘅意義。所以米田社區村民面對這條百年古道，除了手牽手強心出力，加強生態保育，咪係重點。對單純嘅交通古道變做生態葡萄過後，來回差唔多2點鐘就做得行鐵，喺選頭嘅石河壩嘅村民打錯人工5台保護5下，看起來比頭擺較生活咧。一下嘅米田葡萄為信奉已久嘅頭擺老南擺，連接係一條文化創新嘅新古道，行得倆就像行得時光水土強融。遊客除了實際體驗，改良時開店面嘅艱苦，咪做得利用天然環境，探索米田文化嘅特色，田基面打造出一條充滿生命力嘅新道路過後，接下來還做得做乜嘅呢？有很多的遊客，尤其是過年的時候，來了好幾千人。那現在好幾千人來這裡，因為我們沒有產業，所以我們沒辦法留住他們口袋的錢。往往就是說人來了以後，可能留下來的雖然沒有垃圾，但是我們留不住他們的錢，所以我們希望朝這個方向來。這樣子的話，我們這裡的人也不會外流，也能夠在自己的社區裡面做。因為米田位在中國嘅村頭，長期嘅交通5里偏，本地嘅發展咪辛苦。一下有咧新古道，當然咪希望做得下來還能到人增加收入。尤其古道頭前風景當好嘅193人頭。仍然隨時都會有經過嘅攝影車出，和特別系列本記錄，也係客棧專來嘅遊客免費使用嘅共享設備，就圖服務賣觀光嘅心，你看就啲。
虽然发展观光较慢调，不过因为是中国提醒，有利白灰贵线唔系天然，米产村嘅农产品受到气候影响，亦持有当好嘅品质保证。从俩草肥菜骨头选条嘅稳定磅控，由花开细节创条下来有效顿脚。因为米产骨头起理白灰贵线已经非常困难，在咧地理环境前好嘅条件下，像系枇杷、芭乐、柚儿两个果子品质都非常好，所以每本来米产骨头来了了外人，唔但像系迄个骨头，连上来到了悠然地图感受了开发世界嘅美，咪系前当人都当爱嘅。譬如来到了边，譬如哇，满园嘅清香安尼吼，心情当愉快、当欢喜、当爽快安尼啦吼。啊了后呢，到秋六嘅半夜、青叶带到半夜中间，咧就会拄拄快要成熟嘅咧吼，家下全部安尼垂下来，当好看，当正，家下咧古道嘅人啊就过来看，哦，很好看安尼吼。除了冻酱的果然，米产了2年，没用天然环境冻站，增加了青岛来自都市的移民，甚至还有人起来一件因为绿建筑台中的环保屋。我们这个亲子混凝土是一般混凝土的1/4的量的重量而已，可是呢，它的阻热效果，也就是隔热效果，是一般混凝土的7倍。那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呢就可以说，哎，这个墙体它不会吸热，而且有防台、隔音、防潮，很多一般混凝土所没有的功能。它不吸热，不吸热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节能省电的目的，因为它室内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热的话，我们空调时间就可以减少，可以省电。虽然起了屋比普通的贵10倍，不过配合米产的自然风情。环保屋嘅主人陈焕仪做得大力了，当除空间之外，咪做得搬人下来。为到侵转米产铁有嘅文化老历史，村民发起咧搞发展骨头认同。虽然很系得粗朴嘅街台，不过点进咧加10年嘅米产骨头，能摆为用200人嘅全新面貌，青岛人都非常期待。